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，食饭时间手路菜，赶快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。来看到中华鹿港小吃宴开放报名，有人前一暗就赶紧来排队。若是有人是为3家暝半起，家己穿地铺来等候买牌。现场排队人，咱看到画面会当讲是叉叉叉。网络报名同款嘛是破旧年30秒名额就满的记录。今年网络报名10秒就已经满，搁较抢市。今年鹿港的小吃宴有肉包、牛舌饼，也搁有蚵仔煎这好吃的料理，要给民众吃一个到位。跟老公轮流4点开始排的。草屯过来的，我差不多2点10分左右过来的。人在1点下就来啊。排队的时间一个比一个搁较早。鹿港镇公所外口排的人是长，有的人家己穿椅仔，有的人坐伫条仔边，搁有人直接坐伫涂骹。到底是咧排啥物？原来是鹿港小吃宴，城内大尾的人来伫排队。感觉嘛价值啊，要来排看卖，抢看会到。啊，结果今日嘛袂歹，去抢到第一名。今年第一次来，很幸运就排到了。3天的这个场次全部发放完毕喽。今年的鹿港小吃宴杀出3场，伫咧11月16、17、甲23号，总共有450块桌。一透早现场报名的人，就全部拢来满额，就连网络报名嘛拍破去年30秒就满额的记录。啊，现场即马民众哦嘛非常的多，啊，拄只网络报名哦，在10秒钟就秒杀。去年的鹿港小吃宴，请真侪民众来食。今年的菜色有在地牛舌饼、肉包、芋圆、蚵仔煎，才在地好料理，替鹿港早来观光人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